有冇又好聽又易學又高分嘅歌呢？今集咧我哋主要分析一下咧新舊歌嘅對比啦，定係我哋揀翻舊上一屆嘅歌，佢哋仍然留喺呢一個 syllabus 裏邊係更加好用嘅呢？我自己去彈啦、錄啦，到擺上網嘅時候呢，其實咧呢48首歌咧都經過我自己去試過晒咧，我先話到俾觀眾知嘅，會係 A1至16裏邊最淺嘅歌。咁咧你就會有機會得到 ABRSM 呢一本嘅8級考試書啦，我就會送俾其中一位觀眾嘅。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名門音樂，我係全老師，冇錯啦，我哋咧又嚟到咧觀眾最想睇嘅 ABRSM 鋼琴8級最佳佈局嘅一集啦。大家嘅留言咧，我係有收到噶，咁唔經唔覺咧拍呢個系列咧，其實已經有4年嘅時間啦，只不過一直都未有時間去拍下一集。今日咧同大家用幾個唔同嘅角度咧去分享一下點樣揀歌咧先會適合你多啲。第一，感性理性啦，你係一個感性嘅人啦定理性嘅人啦？第二咧就首歌好聽唔好聽啦。第三，由於咧8級咧成條考試片咧通常都係10分鐘以上嘅，咁所以咧我哋揀歌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計埋咧嗰首歌嘅長度啦。所以頁數咧長度其實都好緊要噶。嗱，越長嘅歌咧，其實咧彈錯音自然一定係越多噶。第四就係易彈難彈啦。第五啦就係咧手嘅大細啦，因為咧小學生啦、中學生到大人咧嘅手咧都唔同，或者應該咁講啦，男仔同女仔嘅手咧嘅 size 都會唔同，所以咧亦都會影響你揀歌嘅一個過程㗎。咁最後啦，有冇又好聽又易學又高分嘅歌呢？好，事不宜遲啦，咁我哋今日咧一齊嚟留意一下咧，睇下有冇邊啲嘅8級考試歌咧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嗱，喺開始之前咧，如果咧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最佳佈局咧，希望你哋咧都係撳個 like 支持一下，或者咧留言話俾我聽有邊首8級嘅考試歌咧，你哋想我去做一個分析，然之後咧令大家更加易學嘅，不妨咧喺下邊咧留言，你哋想學嗰首歌，想知道點樣了解更加多分析嘅，你喺下邊去留言話我知。咁如果咧有一定嘅人數咧，我都會繼續開拍咧後邊曲目去分析嘅。嗱，咁今次咧 ABRSM 咧照舊維持住 A、B、C 咧各係1至到16首歌啊。咁總共咧裏邊就有48首歌啦。喺我哋上一屆啦，即係2025年到2026年咧，其實咧佢都有繼續用翻佢嘅再前一屆一啲舊歌咧繼續用落去嘅。咁上一屆嘅新嘅歌咧喺 ABRSM 8級裏邊咧就總共有18首嘅歌，但係今年咧嚟到2027年到2028年咧就只係咧新歌咧就降到得翻14首嘅新歌去聽，我哋已經包埋 A1至3啦。咁裏邊咧4至16嘅歌裏邊咧，其實 A、B、C 4至到16裏邊咧咁多首歌咧，只係加咗5首嘅新歌喺裏邊啫。咁所以嚟到2027年新書咧，呢48首歌咧，其實只有14首係全新嘅歌，其他咧亦都係用翻上一屆嘅舊歌嘅。今集咧我哋主要分析一下咧新舊歌嘅對比啦，有冇邊啲新歌係易學好聽又易高分，定係我哋揀翻舊上一屆嘅歌，佢哋仍然留喺呢一個 syllabus 裏邊係更加好用嘅呢？咁我哋一齊去睇下。喺2027年呢一本新書 ABRSM 咧未攞到手之前咧，其實咧一直咧都有好多人討論緊佢哋，因為 ABRSM 咧呢幾年咧都不停咁樣講話佢哋咧會用好多新嘅歌啦去吸引學生去彈啦。咁上一屆其實有 Marvel 嘅歌啦，亦都有久石讓嘅歌嘅。我哋咧都覺得咧今屆2027年咧係會有更加多久石讓嘅歌啊，或者 Marvel 嘅歌啦。咁但係咧唔好意思啦，喺呢一本8級嘅書裏邊咧，今次咧係冇久石讓嘅，亦都冇 Marvel 嘅歌噶。咁我相信應該係同版權問題有關啦。重點就係咧我自己去彈啦、錄啦，到擺上網嘅時候咧，其實咧呢48首歌咧都經過我自己去試過晒咧，我先話到俾觀眾知嘅。淨係喺 A、B、C 1至3裏邊咧，今次咧真係對手勢嘅人咧唔太友善嘅，因為今次喺大部分嘅歌裏邊咧，隻手咧跨越8度嘅情況
況咧嘅時間咧係比上一屆多咗嘅。咁所以呢一次考8級咧，手勢嘅同學仔咧就更加需要你哋注意一下你哋自己揀嘅歌咧係咪真係適合你哋啦。嗱，以下落嚟咧，我哋就會對比一下咧呢48首8級嘅考試歌裏邊最長同埋最短嘅時間啦。根據官方嘅時間咧，最短嗰首歌咧就係新增上去嘅 C10啦。咁嗰首歌嘅總長咧就1分57秒，而最長嘅歌咧就係 A13啊 Mozart 呢一首咧喺上一屆其實都已經有出現㗎啦。咁總時間咧就係6分56秒，所以咧大家可以睇到其實一首1分57即係2分鐘嘅歌，同6分56即係7分鐘嘅歌，其實咧係3倍幾嘅份量嚟嘅。咁所以咧揀歌嘅時候咧，大家就真係要注意一下咧，你哋揀歌嘅時候嗰個份量啦。嗱，揀得越長，可能一首歌嘅份量咧已經比其他歌咧可能長3倍嘅時候咧，你學起4首歌加起上嚟嘅時間咧就真係超級長，而去到6嘅時候咧就會更加麻煩啦，因為中間要彈嘅時候，可能彈錯嘅時候咧，彈錯嘅機率咧就一定比時間短嘅咧係多咗嘅。事不宜遲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因為有部分嘅學生或者老師咧，其實佢哋都想 base on 一啲喺呢一本考試書就未必慣用4到16嘅琴譜嘅。咁我先分析一下咧，呢本書裏邊總共有9首歌啦 ，A、B、C 各1至3首嘅。因為由於咧48首歌咧，我都一定係冇辦法咧每一首用1分鐘去介紹俾大家啦，否則咧片長咧已經係超過48分鐘噶啦。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其實咧今次 ABRSM 咧喺佢嘅譜嘅左上角咧，其實係有個 QR code 嘅，咁 which 係可以提供佢嗰首歌更多背景資料啦。一打開咧，其實咧就已經好驚人啦。嗱，上一屆咧就偏淺一啲嘅，上一屆 A1 咧就係 Mozart 嘅 Turkish March， 咁但係嚟到今屆2027年咧 A1 咧一打開咧就嚇親人啦，因為佢係用緊 J.S. Bach 嘅 Italian Concerto 啊，咁呢一首歌咧係難嘅，咁我剪片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咧佢個頁數咧真係幾長，咁1、2、3、4、5、6、7，咁咧剪片嘅時候咧，我已經知㗎啦。其實咧依度咧加埋第一首歌咧已經係6頁紙㗎啦，而且咧係佈滿住密密麻麻嘅音符㗎，個分量係唔少嘅。A1 咧呢一首時間咧就係4分20秒嘅。如果有興趣嘅話，其實咧可以注意一下佢嘅 touching 啦。去到 A2 呢首歌咧就係比較熟悉啲，亦都比較出名嘅貝多芬嘅悲愴，即係 Pathetic Third Movement。呢一首歌咧大概喺14到16年前咧都曾經係一首8級嘅考試歌嚟嘅。咁貝多芬 Pathetic 嘅 Third Movement 咧呢一首歌咧，佢嘅時間咧就係5分01秒嘅。佢頁數咧都係多㗎。第二首嘅歌咧，其實去到8頁紙，佢嘅重複咧又係多啲嘅，因為咧佢嘅第一個 theme 咧其實係會 which will repeat 好幾次嘅，咁所以咧佢嘅頁數多都係好正常。去到 A3 啦，咁咧佢嘅時間咧就3分16，係 A 嘅1至3裏邊最短嘅一首啦，3分16秒。今次係 Raphael 嘅一首歌啦，1、2、3、4。嗱，今次咧總共咧呢度咧有4頁紙嘅，咁就係3首歌之中最短嘅啦。但係咧喺 A part 1至3咧，好明顯睇得出咧1同3咧係多聲線咁進行嘅，咁所以咧處理嘅時候咧一定係複雜一啲嘅。而 A2 咧，貝多芬嘅 Pathetic Third Movement 咧，佢就係主要咧右手係旋律，左手係伴奏，咁處理上咧比較就容易啲，雖然佢係3者裏邊最長嘅，但係如果同學仔咧其實想考埋演奏級嘅話咧，都不妨咧可以喺依一度先佈局，係學咗 A2 先，再上到去演奏級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重用翻呢一首歌㗎。B1 呢首歌咧總長時間咧就3分56秒嘅，佢頭2頁咧就彈得比較慢嘅，但係後邊去到第3頁咧就彈得比較激昂，去到第4頁咧就會類近翻去開頭第一頁咁嘅狀態嘅。B2 咧就係一首肖邦嘅 Nocturne 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實同翻 B1 咧都同樣咧係有一個要注意嘅地方啦，就係手係要大嘅。喺你哋揀譜嘅時候咧，不妨去留意下隻左手啊，佢哋抹嗰個程度咧，B1 同 B2 咧都係需要嗰個音程個 interval 咧，其實都去得幾遠一下嘅，咁所以咧手勢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B2 嘅總長度咧就4分16秒嘅，B1 同 B2 嘅頁數都係一樣，都係4頁嘅。B3 啦，呢一首歌咧係中國作曲家作出嚟㗎啦，你一睇佢嘅第一頁咧，其實第一頁佢個速度變化係超級多㗎，每一個巴咧講緊係有2個正常速度，跟住有漸慢，正常速度跟住漸慢有加快，咁所以咧淨係講緊第一版咧好多速度上嘅變化，去到第2、3頁咧其實速度咧都好快，佢嘅時間咧係 B1至3裏邊最短嘅，就3分19秒。揀呢一首歌咧，其實咧 B part 咧都好唔友善啦，因為除咗1、2咧，B3咧一樣咧其實咧都，都有啲 delay 嘅，咁所以咧淨係講緊第一版咧，好多速度上嘅變化，去到第2、3頁咧其實速度咧都好快，佢嘅時間咧係 B1至3裏邊最短嘅，就3分19秒。揀呢一首歌咧，其實咧 B part 咧都好唔友善啦，因為除咗1、2咧，B3咧一樣咧其實咧都
對手勢嘅人唔係好友善，因為 B3 咧其實去到第3頁咧，佢雖然總共得3頁，但係佢去到第3頁咧，佢彈嘅 chord 咧一樣隻手係要擘到好大嘅，咁所以咧呢個位咧就可能要注意一下。好啦，嗱嚟到 C1 啦，咁呢首歌嘅總長時間係2分21啦，總共係4頁紙嘅。咁我先直接咧講出呢一首歌有咩難處先啦。佢呢首歌咧右手咧有好多 first， 即係嗰啲3度咁樣彈落去嘅，同時間咧佢 first 咧唔係斷嘅，佢係連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應該會成為呢首歌最難處理嘅地方，因為咧考官咧會喺你啲 first 仲要喺連音咁樣落嘅時候咧，會睇下你齊定唔齊啦，同埋有冇連到音㗎。咁好啦，嚟到下一首啦 ，C2 咧總共就4頁紙，3分10秒。呢一首 C2 咧係我剪咗超過100條片啦，因為我由 Grade In 即係0級剪到去 Grade 8咧，總共9981首歌，再加其他額外新嘅歌超過100首咧，仍然係留喺我腦海裏邊嘅。呢一首我遲啲咧有機會咧，亦都會希望可以同大家示範一下。呢首 C2 咧都係一首 20th Century 嘅歌啦，佢係一首比較抒情、好舒服、慢嘅一首歌嚟嘅，彈起上嚟咧係唔趕急，咁所以咧喺揾音嘅時候咧就冇咁大壓力啦。佢係我喺成本8級考試書裏邊咧覺得最好聽嘅一首嚟嘅。而節奏方面咧，亦都比其他歌咧更加容易去處理㗎，因為佢大部分時間咧都係一個半拍啦，或者係一個 semi-quaver 嘅音嘅啫。咁嚟到 C3 最後一首歌啦，呢度總共6頁紙，3分32嘅時間，佢係一啲 20th Century 溝少少 jazz 嘅感覺嚟嘅。嗱，如果大家揀呢一首歌咧，就記住咧要注意一下佢嘅跳音同埋重音要做得好啦。嚟到咧 A、B、C 嘅4至16嘅備選歌啦，咁其實咧喺 A 嘅4至16咧係完全同上屆咧一模一樣嘅，咁我係唔知點解 ABRSM 我哋等咗2年都係俾一個舊嘅 syllabus 啦，即係佢4至16，我估佢 A part 係會有唔同嘅歌啦，甚至乎其實我開頭估佢咧，佢應該係4至16係完全換過晒嘅啲歌，咁點知咧其實咧 A part 4至16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嘅歌。嗱，所以咧 A4至16咧，由於咧同上一屆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咧，有興趣朋友咧可以睇翻上一個最佳佈局咧，去睇翻更加詳細嘅分析啦。而去到 B part 咧4至16咧就有2首新嘅歌出現嘅，分別咧就係 B9同埋 B11嘅。B9 總時間咧就係3分17秒啦，佢一首好慢嘅歌，但係好長嘅。B11總共時間咧就3分04，佢有好多散彈嘅音啦，同埋裝飾音啊，咁呢個需要注意一下。C 咧有3首更新嘅歌，其餘咧一律咧跟翻同上一屆係一模一樣噶啦。咁 C10咧亦都係依48首考試歌裏邊最短嘅，總時間1分57秒。佢係一首 20th Century 嘅歌，彈嗰個 range 咧應該咧用得好闊下，甚至乎用到偏好高音下嘅。C13咧係一首3分19秒嘅歌，佢亦都係一啲 20th Century 溝少少 jazz 嘅歌嚟嘅。而去到咧 C15咧呢一首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到我之前 upload 上 YouTube 嘅片咧，就見到咧開始咧其實已經係3行一齊彈嘅，甚至乎好密集嘅。佢係一行線咧已經係一隻手咧彈緊 chord 咁樣，有啲嚇親人嘅。咁但係咧細心去睇咧，其實呢首歌咧一半時間咧都係重複緊嘅，即係彈完第一頁咧，其實同第二頁都係差唔多內容嘅。而甚至乎咧你揾音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半音咁樣上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彈起上嚟咧冇想像中咁難。好啦，咁嚟到咧大家最關注嘅環節，如果真係睇晒成個大 picture、成個大環境去睇依48首歌，你點樣去揀先係最淺嘅歌呢？咁唔好意思啦，好部分嘅答案咧都係一定係照舊嘅，因為佢只係新增咗14首新嘅歌啫。而佢新增呢14首新嘅歌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難嘅，甚至乎咧佢哋有啲歌，譬如話 A1 咁樣，其實你彈晒成套，佢已經可以用嚟做演奏級㗎啦。咁所以咧 A 咧仍然咧，如果你俾我揀咧，我就會揀 A15啦，因為佢咧會係 A1至16裏邊最淺嘅歌。熒幕上對比一下啦，咁。如果求其揭咧，其實 A 咧 A15呢一首 Scarlatti 咧點比咧都一定係淺過其他 A1到16嘅歌㗎啦。而去到 B 咧，其實咧 B16 Hiding Rainbow 咧已經係我上年推介嘅歌啦。佢今年咧亦都有喺2027呢個 syllabus 㗎，亦都係我覺得 B1至16裏邊最淺最短嘅歌㗎啦。佢係得2頁紙嘅啫，而佢速度咧亦都係慢嘅。咁所以咧思考空間同埋彈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比較更加準啦，就唔使咁趕急。嗱 C 咧今次咧佢喺佢個4至10裏邊咧多咗3首新嘅歌啦。
啦。嗱，上一屆嘅 C part 裏邊咧，我會揀 Danny Boy 為我覺得最淺嘅歌啊。咁我由呢一首 Danny Boy 我對比其他嘅歌咧，我自己覺得咧 C2咧亦都可以係取代 Danny Boy 呢一首歌嘅。Danny Boy 佢有3頁嘅，而我哋揀而家 C2呢首歌咧4頁咧，睇落咧就份量多咗嘅。咁但係因為 Danny Boy 咧其實咧節奏上咧都要啲時間去學嘅，佢節奏上咧係比較複雜啲嘅。而 C2咧，我覺得呢一首歌咧，除咗好聽咧，佢嘅節奏咧唔複雜，亦都係一首慢嘅歌嚟嘅，咁所以咧係幾容易控制下嘅。嗱，嚟到總結啦，今屆2027至2028年嘅 ABRSM 8級書裏邊咧，呢48首歌咧，我自己咧覺得簡單又易學嘅話咧，係 A15啦、B16啦，同埋咧 C 咧。如果教 Danny Boy 覺得好悶啊，已經教到嘅老師啦，都不妨咧可以試下 C2咧呢首簡單又好聽嘅歌嘅。經歷千辛萬苦咧，我哋由超前製作啦，去攞到琴書啦，分析呢48首歌啦，揾額外嘅歌啦，同埋去自己親自去彈下，去試下先話到俾觀眾朋友知咧。每一集咧都係免費嘅，雖然咧我知道咧出邊咧係有好多收費嘅 ABRSM 嘅講座啦。嗱，如果觀眾朋友咧都中意我哋做呢一類型嘅最佳佈局咧，希望你哋多啲留言，佢話俾我哋知咧，你哋中意呢一類型嘅製作啦。如果咧有觀眾朋友咧想了解頭先可能我講嘅曲目，甚至乎咧喺8級4至16咧，我今集未能夠提及嘅曲目咧，都喺下邊留言。如果咧夠人數嘅話咧，我會將嗰首歌咧去做一個詳細分析，成為一集嘅。嗱，嚟到送書環節啦，非常之簡單，因為咧我哋咧已經做咗6年嘅超前製作啦，咁所以咧送書方法好簡單嘅啫。第一就係訂閱我哋嘅頻道啦，第二咧就喺資訊欄下邊 info box 嗰個位咧有9條 ABRSM complete 嘅影片啦。喺你需要嗰個級數，例如咧你想要本8級嘅考試書咧，你就喺8級嗰條影片裏邊留言 ABRSM 啦，咁咧你就會有機會得到 ABRSM 呢一本嘅8級考試書啦，我就會送俾其中一位觀眾嘅。嗱，如果中意呢一類型嘅講解咧，希望觀眾朋友咧不妨留言下集，或者咧係你哋想聽唔同嘅級數，例如5級、6級、7級咁樣嘅。最後啦，如果咧大家有邊一首歌咧想我去示範啦，或者咧想分析深度去評測下嗰首考試歌值唔值得攞去用，或者係點樣學先會學得更加快咧，亦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嘅。我係全老師，我哋下次見啦，拜拜。都要喺度咧講翻1-2分鐘關於睇到網上嘅一啲 post 問關於，喂，全老師你咁樣做其實你都好 exam orientated 咁嘅意思咧，即係考試目標為本，你專門揀晒啲最容易嘅歌，咁然之後你乜技巧都冇學到，咁你梗係高分啦，個個學生都 distinction 㗎，咁仲學到啲咩8級啫？嗱，其實咧呢個 post 咧我都有睇到嘅，其實咧我過往嘅片裏邊咧都有提到嘅，不停咁提。我覺得咧個人學琴咧有3種嘅心態，呢啲亦都係我過往學琴嘅前輩咧去教我嘅3種心態。一咧就係考試、比賽同埋你自己個人嘅演奏。咁其實考試咧當然冇人會想低分啦。咁比賽當然就係除咗講話有一個上台嘅經驗啊，有一個經歷咧，咁當然再好啲嘅就係梗係攞獎杯啦。呢個我相信係一個每一個參賽者佢哋想嘅嘢啦。咁然之後個人演奏，咁個人演奏咧，其實咧你揀咩歌都得嘅，甚至乎你可以挑戰自己嘅，因為冇人俾分你，亦都冇人俾獎杯你嘅，純粹係一個個人嘅演奏。咁所以咧係可以唔同方面咧去學唔同嘅嘢嘅。點解我會出呢個最佳佈局呢一集，盡量幫大家去揀啲易啲嘅歌咧？嗱，如果揀咗啲好難嘅歌咧，通常往往學生咧都會用咗1年嘅時間咧去學好呢4首歌。但係因為由於太難咧，有時小學生、中學生，再加上功課壓力嘅時候咧，其實咧呢4首歌又難咧。咁最後咧，好容易就會變成一個下一步咧，就係冇乜動力去學琴，冇乜動力去埋位，因為難啊嘛。咁所以咧，當然係唔會太想自主咁埋位練琴啦。咁當然唔會自主埋位練琴嘅下一步就係拖到好長時間，拖好長時間，亦都對住嗰樣嘢咧，都係其實慣咗之下咧，咁你又冇動力去完咧，到最後真係俾你考埋試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個成績當然亦都唔會係神蹟咁樣去攞咗一個 distinction，你係攞咗一個唔係咁好嘅成績之下，咁小朋友仲會唔會繼續想學落去呢？佢有冇一種成就感，或者佢有一種即係鼓勵呢？其實呢一個角度就要好好去思考一下。嗱，相反，如果我哋喺考琴裏邊，因為考琴只係其中一個學琴嘅旅程啦，如果我哋可以揀到啲簡單嘅歌又好聽嘅話呢，其實小朋友越學越開心，咁我容易應付啦，容易得到成功感，又繼續咧好有心機咁樣練琴。
咁當然有心機練琴，自己主動埋位嘅時候，成績咧應該會成正比嘅。咁所以咧，往往咧學生咧就考咗一個好嘅成績啦。咁好嘅成績下一步咧，佢哋得到一份鼓勵啦，得到一種成就感啦，佢哋繼續去自主埋位。咁呢一個遊戲咧，學好鋼琴咧，先可以真係繼續循環落去嘅。我要喺度重申咧，就係關於學琴咧，學生咧其實咧係唔應該淨係學4首嘅考試歌嘅。其實咧應該咧同時咧學下其他唔同嘅歌，又或者咧可以咧係練下啲 skills 咧其實係好需要嘅，但係 ABRSM 就係只係實踐喺 face to face， 即係有考官嘅情況下先有嘅 skill， 而依家嘅 skill 其實已經比以前少咗好多。咁咧再聽多啲唔同嘅歌咧，去豐富自己嘅音樂知識。最佳佈局咧，雖然咧可以幫到你咧係考呢個8級裏邊咧係輕鬆咁樣攞到 distinction， 但係咧如果咧你只係學好呢4首歌，然之後考完8級冇錯係攞咗一個好嘅分數啦 ，merit distinction。而往往咧，我教咗超過10幾年嘅經驗咧，呢一班學生最後咧都係冇再去自主接觸翻鋼琴。主要原因係因為咧，用任務性質去學好4首歌咧，其實最後咧小朋友只係識咗嗰4首歌，佢唔係識咗音樂，佢係識咗一啲技能去彈識呢4首歌。所以咧，往往喺畢咗業即係8級之後咧，佢哋冇再主動埋位繼續去學琴，或者佢哋大個咗之後冇再翻去彈，因為佢哋淨係識彈呢4首歌。而相反啦，喺考級嘅同時咧，如果學生咧學4首歌以外再學其他唔同嘅歌，無論係難啲又好，無論係技巧性嘅都好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豐富咗佢哋音樂知識之後咧，考完8級 distinction 埋之後，其實佢哋往往都好願意咧繼續學落去，因為佢哋真係認識咗音樂，佢哋好中意音樂。然之後甚至乎我過往嘅片裏邊，你亦都見到咧，係有啲學生咧去咗音樂學院咧去鑽研音樂嘅。我係全老師，下集見啦，拜拜。